仲用緊電腦入門嘅雞喇叭嘅你咧，就要留意呢一款 OXS 嘅全新推出 S21嘅入門級2.13巴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就仲有早鳥優惠999就可以拎佢翻屋企噶啦噃。42mm 嘅超薄機身啊，放喺電視櫃或者書台咧都超 fit 啊！5.25寸嘅超低音單元啊，低頻仲可以去到45Hz 添。睇電影嘅爆炸聲，甚至乎遊戲嘅槍聲咧，震撼感都非常 OK 嘅喎。有3種嘅音效模式選擇，咁 Movie 咧就主攻清晰對白啦 ，Game 咧就針對定位嘅，而 Music 當然就係我嚟聽歌啦。藍牙5.3嘅連線啊，仲有埋呢個 HDMI ARC， 支援埋呢個光纖啊 USB-A， 仲有 3.5mm 輸入都非常之方便。我就用呢個 notebook 啊接駁埋呢一個 3.5mm 嘅線咧，就去呢一個 S21度，咁啊試翻咧呢一個睇戲嘅效果啊。咁啊用上呢一個 S21嘅成套系統咧，雖然subwoofer係一個冇源嘅subwoofer，但係咧都可以出到一個幾唔錯嘅低頻效果。當然你話要去到一個超震撼就有啲難度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喺呢一個電腦嘅空間嚟講咧，我覺得佢都非常之夠做啊！如果用999蚊就可以入手到呢一個 OXS 嘅 S21，喺呢個細小嘅空間音質咧都算非常超值，功能亦都好實用嘅。想知更加多咧，就記得去我哋 InfoBox 睇詳情啦。